2014年3月8號，馬航 MH370 客機喺漆黑嘅夜空當中神秘消失，239個生命，一架重達200噸嘅波音777，就喺現代文明社會嘅雷達網絡當中憑空蒸發咗。去到今年啊，已經整整12年啦。呢個唔單止係現代航空史上最大嘅謎團，更加係一場人類科技、政治計算同埋深海極限嘅終極對決。大家好，我係陳詠欣做 Zophie。今集又係我哋嘅專題，想同大家講下 MH370 嘅失蹤。12年嚟啦，充斥住無數嘅陰謀論、假新聞同埋政治猜測。特別係今年年頭啦，網絡上面鋪天蓋地傳出搜救突然被政府強行叫停嘅消息，再次將呢一宗塵封已久嘅悲劇推上輿論嘅風口，令到無數關心真相嘅人咧感到困惑同埋憤怒。事實係咪真係好似網絡傳言咁？喺今集嘅影片當中咧，就會同大家一片總結下過往發生過嘅事，MH370 發生嘅事件嘅來龍去脈，以至而家仲存在嘅謎團。我哋都要回歸最真實嘅數據，所以咧既有情感上嘅分享啦，亦都有數據上嘅分析。我哋搜集咗軍方雷達軌跡、英國衛星嘅物理通訊記錄同埋深海探測船嘅最新報告。今日咧就同大家以最客觀、最嚴謹嘅角度，帶大家完整還原翻呢一場跨越12年嘅深海追兇，揭開 MH370 當年點樣詭異折返，科學家點樣用物理學去鎖定最後飛機嘅殘骸去咗邊度，以至近期重啟嘅搜救行動背後，人類科技面對深海探索有幾咁無能為力。開始前，大家記得要訂閱我陳詠欣 Zophie 嘅 YouTube 頻道，撳埋旁邊嘅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影片噶啦。中意影片支持我嘅，記得要讚好同埋留言話俾我聽你嘅睇法，亦都希望你將影片廣傳開去，等多人知道我冇膽失敗，唔想大家知道嘅真相。記得你嘅讚好同留言係幫手抵抗住啲小黃人入到影片度惡意攻擊，意圖令到影片下架嘅，所以希望大家一路睇影片一路讚好同留言。支持我嘅更加可以加入我嘅會員頻道，優先獨家睇到嘅影片。最後陳詠欣知清原因又開心，訂閱 Zophie 同人論證細密鏡。時間咧帶大家翻去2014年3月8號凌晨12點41分，馬航 MH370 由吉隆坡國際機場順利起飛，預計當日咧朝頭早6點30分就會抵達北京。飛機上面搭載咗227名嘅乘客同埋12名嘅機組人員。飛行嘅過程咧原本係非常暢順嘅，直至到去到凌晨1點19分，飛機即將離開吉隆坡嘅控制區域，準備進入越南胡志明市嘅非控區，只係2分鐘之後啫，亦即係喺凌晨1點21分，喺吉隆坡同胡志明市交接嘅盲點啦。MH370 機上嘅應答機突然之間關閉咗，飛機上面嘅應答機關閉咧係有幾咁恐怖啦。首先同大家講下背後嘅理論啦，民航雷達嘅運作原理啦，就係依靠呢一個疑似雷達，需要飛機上面嘅應答器主動發射數據，話俾地面聽呢架飛機係咩機啦，飛去邊度啦，高度有幾多啦。應答機如果關閉咗咧，飛機就會喺民航控制中心嘅屏幕嗰度消失咗。民航雷達睇唔到，軍方嘅一次雷達都可以睇得到嘅。一次雷達唔依賴飛機發射信號而係靠直接發射電磁波，接觸到飛機嘅金屬機身，再反射返去嘅回音。根據馬來西亞同泰國軍方事後調取嘅軍用雷達數據揭示咗一個令人不寒而栗嘅細節，就係飛機喺關閉咗應答機之後並冇即時墜毀，而係做咗一個極其精準同埋利落嘅急轉彎，即刻左轉，飛機就飛往西南方，然後折返，沿住馬來西亞同泰國嘅邊境一路飛。咁點解要沿住邊境飛呢？係因為邊境線係兩個雷達嘅灰色地帶，兩邊都好容易誤以為係對方嘅飛機，從而完美咁樣避開軍方嘅即時攔截。
隨後飛機飛過檳城，轉向西北方向進入孟加拉灣，最終徹底離開咗軍方雷達嘅掃描範圍。一連串嘅精準轉彎同埋規避動作啦，絕對唔係任何機件故障會發生嘅事啊！亦都說明咗當時駕駛艙內極可能存在一位對飛機操作非常熟悉，而且對東南亞軍方雷達盲區了如指掌嘅人。令人遺憾嘅係喺消失之後嘅黃金72小時，大馬軍方雖然掌握咗雷達折返嘅數據，但因為種種嘅原因唔能夠第一時間對外公佈，導致到多國搜索隊喺完全相反嘅南海海域進行咗幾日毫無作用嘅搜尋，錯失咗最初72小時嘅黃金救援窗口。就咁 MH370 就徹底埋沒咗喺黑暗嘅海域當中。既然所有嘅雷達數據都指向人為精密操控，咁當時喺駕駛艙入邊操控飛機嘅人就好大嫌疑啦。調查人員嘅目光好自然就聚焦咗喺機長身上。機長就係53歲嘅扎哈里，佢係一位擁有超過18000小時飛行經驗嘅資深機長，對波音777嘅性能都了如指掌。喺同事眼中佢係專業熱情，甚至乎喺屋企都安裝咗一套極其專業嘅飛行模擬器去練習。而正正係呢一套嘅模擬器亦都曝光咗成件事最震撼嘅疑點。喺事發之後美國 FBI 協助還原模擬器當中被刪除嘅硬盤數據，結果發現喺飛機失蹤前嘅1個月，機長扎哈里曾經喺模擬器上面模擬過一條非常特殊嘅航線。呢條航線同樣係由吉隆坡起飛，穿過馬六甲海峽，然後突然大角度左轉，一路飛向南印度洋，直到燃油耗盡墜毀。呢條嘅模擬航線同失蹤咗嘅 MH370 最終被衛星推算嘅真實消失航線係有住非常之相似嘅地方。雖然馬來西亞官方最後喺調查報告入邊強調，呢條嘅模擬航線都只係模擬器硬盤當中芸芸幾千條記錄嘅其中之一，所以冇辦法作為最直接將機長判罪嘅法律依據。但有好多國際空難專家同埋航空心理學家都認為呢個絕對唔係偶然。另外調查都發現機長扎哈里喺事發前嘅個人生活似乎都出現咗微妙嘅變化，包括佢面對嘅婚姻問題以至佢自己政治立場上都令到佢情緒波動。有專家推測唔排除有人利用自身極高嘅飛行技術喺機艙入邊製造減壓，令到所有人出現昏迷嘅狀態，然後獨自操控飛機飛向冇人能夠接觸到嘅深海。當然官方報告始終都係維持冇辦法排除第三方干擾，亦都冇辦法完全證實機長就係想自己了結自己。但係機長呢一條事先安排嘅航線無疑為呢一宗失蹤嘅案件蒙上最深層嘅陰影，亦都指向飛機墜毀係人為嘅因素。咁所以呢個係即係情感上嘅分析啦，人為因素嘅分析啦。科學數據上當 MH370 飛入冇任何雷達覆蓋嘅海域之後，究竟係點樣能夠喺地球上面揾到佢嘅飛行方向呢？飛機雖然關閉咗通訊系統，但引擎上面嘅衛星通訊終端依然係存在待機嘅狀態。喺飛機消失之後7個小時入邊英國海嘯衛星公司位於印度洋上空嘅衛星，每隔1小時就會自動同 MH370 進行一次嘅握手。飛機上面嘅系統只要有電嘅話就會自動回覆一個微弱嘅信號。咁就由飛機消失咗之後，凌晨2點25分去到早上8點19分飛機一共係回覆咗7次。英國嘅專家就利用呢7次嘅微弱握手信號，提取咗2個極為關鍵嘅物理數據：時間延遲數據，計算信號由飛機傳到衛星需要幾多秒，精準到係用微秒去計算，從而推算出飛機同衛星之間嘅精準距離。
頻率偏移數據呢，就係利用多普勒效應，根據電波頻率嘅微小變化，計算出咧飛機係靠近定係遠離衛星，同埋當時嘅飛行速度。經過無數次嘅數學模型計算啦，科學家喺南印度洋嘅地圖上面畫出咗一條劃時代嘅坐標第七弧線。數據精準咁樣證明咗 MH370 喺最後幾個小時一直都係以極高速度向住荒涼冰冷嘅南印度洋飛去，直到早上8點19分，燃油徹底耗盡。咁喺2015年7月29號喺距離搜救核心區幾千公里以外嘅法屬島嶼上面，一名清理海灘嘅工人就發現一塊被藤壺覆蓋、長達2米嘅金屬物體，經法國民航安全調查局同埋波音公司聯合確認，殘骸內部嘅序號就係657BB， 正正就係馬航 MH370 右翼嘅襟副翼。呢塊殘骸都直接否定咗嗰啲認為飛機係被外星人挾持挾走，又或者降落咗喺秘密基地嘅陰謀論，亦都證實咗MH370 確實已經係墜毀咗喺南印度洋。隨後亦都陸續發現咗超過30塊嘅碎片，其中多塊都被官方100% 確定係屬於 MH370。海洋專家亦都推斷殘骸嘅漂流軌跡同第七弧線墜海嘅地點係相當吻合，有高達95%以上嘅吻合度。而更震撼嘅細節就係嚟自桑坦尼亞發現嘅外側襟翼殘骸。專家檢查之後認為喺斷裂之後係處於咗回收嘅狀態。如果飛行員試圖喺海面上進行平穩迫降嘅話就會將襟翼放落嚟去減速。如果收起咗，亦即係說明咗飛機喺燃料耗盡之後，處於無人控制嘅高速螺旋之下進行下墜，最後以好猛烈嘅衝力撞落去海嗰度，瞬間解體粉碎。咁樣都解釋咗點解喺海底一直都揾唔到完整嘅 MH370 機身。咁解釋咗機身唔完整，令到搜查嘅行動難度上升啦。咁但係點解我哋明知道殘骸係位於南印度洋嘅位置，都用我哋超過12年嘅時間去搜查12年我哋依然揾唔到飛機嘅主體殘骸就算話因為衝力而導致到飛機係解體，令到飛機嘅主體唔完整，但係殘骸都總會揾到噶嘛。咁呢個就帶出近期大家都關心嘅問題，就係喺上年年底重啟嘅搜尋。更加有網絡傳出嘅訊息就係喺今年初都傳出突然剎停呢個搜查嘅計劃。喺2025年馬來西亞政府就同美國頂尖深海探險公司 Ocean Infinity 達成咗協議，正式重啟新一輪嘅大規模搜救，派出咗我哋而家目前最頂尖嘅無人探測船隊。呢啲無人船搭載咗多部自主嘅儀器，配備咗最先進嘅掃描聲納，可以深入海床一米一米咁樣掃描。但係就係喺2026年1月底，搜救團隊突然之間撤離咗。網絡上即刻鋪天蓋地傳出新嘅陰謀論，聲稱馬來西亞政府因為害怕真相曝光，所以就強行叫停咗搜尋。根據馬來西亞航空事故調查局同 Ocean Infinity 嘅官方公布嘅最新個報告網絡傳言完全係對商業合約同埋搜救進程嘅誤解。真實嘅情況係Ocean Infinity 係採用咗揾唔到就唔收費嘅模式，亦即係一個商業對賭協議。合約原本就計劃喺55日嘅限期搜救船隊克服咗南印度洋惡劣天氣之後，進行合共28日，分為2個階段嘅高強度飽和式海底掃描，最終喺2026年今年嘅1月23號完成咗合約規定整整7571平方公里嘅既定目標海域掃描。令人遺憾嘅係聲納回傳嘅結果顯示嗰度係一片死寂，乜都發現唔到。所以搜尋嘅結果係因為既定合約期滿，
搜尋區域咧已經完全排查，而唔係因為任何外部嘅力量令到搜查行動咧係被強行腰斬嘅。馬來西亞政府隨後咧都有澄清，同 Ocean Infinity 嘅合作框架咧亦都延長到出年，而且只要後續數據分析出現新嘅線索咧，搜救亦都會隨時重啟。揾唔到殘骸背後咧係非常之殘酷嘅深海極限同埋技術困境。南印度洋嘅搜救區域咧，本身咧水深咧普遍有4000至6000米，深海地形咧亦都充斥住比陸地仲要雄偉嘅斷層、海溝同埋火山，水壓咧高達幾百個大氣壓，陽光咧永遠都到達唔到，亦都咧被沙泥咧係淹沒咗。飛機以極高速撞落海面解體之後咧，碎片飄落到5000米嘅海底，過程當中咧都會被洋流咧吹散。12年過去，深海沉積物同埋淤泥咧，亦都極有可能咧將好多金屬碎片完全淹沒。聲納數過睇嚟咧，可能只係一片平坦嘅海床。另一個可能咧就係計算模型嘅微小偏差。頭先同大家講過7次衛星握手啦，其實都只係俾咗距離，冇辦法咧精準咁樣計出當時飛機嘅確實坐標。所以咧，科學家係需要估計咧當時飛機嘅航速、風向、高空溫度同埋燃油消耗率。咁容錯率咧可以話係0嘅計算之下，先至可以咧精準咧計算到飛機當時嘅坐標。只要假設嘅風阻同埋耗油嘅參數出現1% 嘅誤差咧，最終墜機嘅地點咧就會偏差咗幾百公里。所以今年年初喺7500平方公里嘅海域嗰度做搜尋啦，亦都證明咗啦，超級電腦可能由一開始就推算錯咗，用非常之微小嘅錯誤誤差咧，導致到咧最終揾唔到飛機嘅坐標。咁唔係因為有啲咩神秘嘅力量啦，係隱瞞住飛機嘅殘骸究竟咧坐落咗喺邊度，而係人類科技咧喺面對浩瀚深海探測，到目前為止咧，都仲係有好大嘅無力感。整理咗所有嘅雷達軌跡、衛星數據同埋深海搜救報告啦。MH370喺官方檔案入邊，或者咧都只係一連串冷冰冰嘅數字同埋坐標，但係絕對都唔能夠忘記啦呢一宗事件嘅本質，承載咗239條嘅生命，以及咧身後無數家庭長達12年嘅煎熬同埋守望。對於旁觀者嚟講，12年嘅時間咧，足以令世界改變好多好多嘢。但係對家屬嚟講咧，佢哋一生有一部分嘅時間咧，都永遠停留咗喺2014年嘅3月8號。呢場嘅悲劇咧，雖然帶嚟無數人嘅遺憾，但係亦都深刻咁樣改變住世界。MH370消失之後咧，國際民航組織全面修訂安全規則，強制要求所有橫跨海洋飛行嘅商業客機咧，都必須要配備全球航空預險與安全系統，將位置發送間距咧係縮短至15分鐘。緊急情況之下咧，每分鐘自動發送一次。MH370用悲劇嘅結果，去為我哋人類航空史上填補咗安全嘅漏洞。但係因為我哋人類技術所限咧，12年過去，MH370依然咧係一個被畫上句號嘅問卷。但只要咧搜尋仲有一絲嘅機會，都唔會停落嚟，唔會被世界遺忘。今集嘅時間咧就嚟到呢度啦。如果有再多關於 MH370嘅最新消息咧，我都會同大家匯報住嘅。希望大家鍾意我為你嘅選材。我哋下集再見，拜拜。中意嘅話記得要讚好、留言同埋分享俾身邊嘅朋友，仲要訂閱埋我陳詠欣 Jovi Chan 嘅 YouTube 頻道，撳埋 See First 隔離個啷啷，咁你就唔會錯過我任何一條短片㗎喇。我哋下一條片再見。